小朋友，你哋好啊！我係嘉樂叔叔。今日我想同你哋介紹一位好特別嘅聖人。雖然佢由細到大生活都好艱苦，但佢從來冇埋怨，冇離開天主，而天主亦一路陪住佢。佢就係聖吉瑪加爾加尼。聖吉瑪喺1878年3月12日喺意大利卡潘諾里附近一條細村度出世。佢得7歲，媽媽就離開咗人世，之後仲接二連三失去咗哥哥吉洛同爸爸，生活變得好艱難。最後吉瑪要由親戚照顧，但係小朋友，你哋諗下，喺咁痛苦嘅日子入面，佢冇放棄自己，反而將痛苦變成尋找天主嘅機會。佢讀咗痛苦之母的聖加比額爾嘅傳記，入面嘅故事深深打動咗佢。於是佢開始好虔誠咁祈禱。吉瑪好渴望完全屬於天主，甚至想奉獻自己做修女，但當時嘅環境唔容許佢入隱修院，因為天主為佢另有安排。去到1899年6月8日，一次特別嘅敬禮入面，發生咗一件好奇妙嘅事。佢領受咗聖傷，即係主耶穌5傷嘅印記。但係佢嘅印記唔係成日出現，只會喺某啲時候先至出現。雖然有人對吉瑪嘅聖傷有懷疑，但研究神秘神學嘅神長同埋學者都對佢嘅靈修生活有所肯定。吉瑪嘅祈禱，佢同耶穌、聖母、護守天使同聖加比額爾嘅靈性對話，一直引領住佢嘅生命。吉瑪真係好愛十字架，佢甚至將自己奉獻為他聖傷嘅嫩芽。呢個好靚嘅比喻，意思係佢願意讓自己嘅生命由基督嘅苦難中生出新生命，唔單止為自己，仲為罪人嘅悔改。換句話講，佢唔係將痛苦當成死路，而係當成通往天主慈悲嘅門。但係就算係聖人都唔可以避開試煉。1902年5月，佢患上肺癆，要搬離原本嘅地方，但仍然留喺支持佢嘅人嘅身邊。佢嘅生命慢慢走到最後。喺1903年4月11日聖週六，佢安然離世。嗰陣時，復活嘅鐘聲已經響起，即係話佢嘅故事喺基督徒希望真正開始嘅地方完結，唔係黑暗，而係天主嘅勝利。之後佢先後被教宗庇護11世列為真福品，並由教宗庇護12世封聖。小朋友，聖吉瑪嘅故事教我哋，痛苦唔係生命嘅死路，反而係帶我哋走向天堂嘅道路。只要我哋願意忍耐，願意向前行，喺困難嘅時候向天主祈求幫助，天堂嘅門一定會為我哋打開。小朋友，你哋願唔願意將日常生活入面嘅痛苦都奉獻俾天主呢？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